新闻消息，咱要来关心的是，即马环境部讲要来推动公共便所增加坐的马桶，互民众就开始烦恼，这旧的马桶敢会全部拢甲拆起来？也那环境部是来回应讲，即马旧的马桶是袂减少，未来是会补助增加坐的马桶，要甲全国坐的甲旧的坐马桶比例调甲变做是3:2。公共场所的便所通常会有2种马桶，一种是坐的，一种是跍的。有人会惊马桶遭伤侪人接触过，无卫生，较用跍的；有的人可能是跍袂落，较用坐的，各路拢无同。坐的吧，因为腿不大好，蹲的比较累。有些厕所它没有蹲的，那它是坐的，那有的人就怕脏，就把屁股抬得很高，我觉得那很差劲，他就把它弄得很脏。环境部27有办台日便所处设交流研讨会，经过专家的研究发现，旧的马桶边啊含涂骹大肠杆菌数量是坐式马桶的164倍。根据环境部的统计，全台湾列管的便所大约有45000间，其中坐的马桶大约是占53.6%，旧的马桶是占46.4%。因应台湾高龄化社会，也佮有体贴有心妇女和行动不方便等等的多元需求，环境部打算提供补助来调整全国坐式马桶和旧的马桶的占比，希望未来比例变做3:2。今年开始，阮是咧杀这部分啦，会有4年的计划，4年的计划，不过我特别强调讲，不管你是爱坐式的还是蹲式的，绝对拢数量拢是增加。这是教国全民啦，所有的全国的民众。环境部表示，顾虑到民众的习惯，现有旧的马桶被拆掉、被减少，但是未来的补助地方政府、新起的也是便所翻新，互愈侪需要坐式马桶的民众通满足需求。另外，针对民众对马桶族卫生的疑虑，卖提供酒精也是马桶自纸。记者卢尚如、郑俊尧台北报道。